Hello， 大家好，歡迎收聽今集奇聞速遞 Podcast。自從周星馳嘅功夫女足上映之後啊，同佢合作過嘅藝人咧，全部都蒲晒頭啊！大家似乎都把握呢一波熱度啊，喺公眾面前刷存在感。呢班同星爺拍檔過嘅人啊，都細數昔日嘅往事，但大部分都係數佢嘅，而且咁多人對佢有負面嘅評價，咁真係無可否認啊！呢個人可能真係有啲問題啊！但呢個所謂嘅問題啊，係咪所有責任都係佢一個人承擔呢？好似前幾日啊，大導演李修賢又跳出嚟數咒周星馳，用盡尖酸刻薄嘅言論啊，同埋極度不屑嘅語氣進行人身攻擊啊！呢個新聞一出啦，即刻喺網上引起熱議。咁多年過去啦，點解李修賢仲係唔肯放手呢？周星馳又點解由頭到尾都保持沉默呢？今日我哋唔單止講八卦，仲要透過呢單嘢去分析兩個深層次嘅社會同職場嘅現象。第一就係中國人傳統入面嘅知遇之恩同老屎忽嘅道德勒索。第二，職場上講金唔講心係咪真係唔啱呢？人情同數目啊，點樣先至得到去平衡呢？今日我就同大家慢慢拆解。要講佢哋嘅恩怨我哋先由1986年講起啦。當年李修賢自立門戶開電影公司，拍《霹靂先鋒》，大膽起用寂寂無名嘅周星馳。呢個決定絕對係雪中送炭。星爺憑呢一部戲一炮而紅，仲拎埋金馬獎最佳男配角啊！呢個係事實。周星馳自己都多次公開李修賢嘅提攜。但問題出喺之後嘅合作模式啦。據知當年李修賢同周星馳簽落咗10部嘅片約，片酬係以當時嘅新人價計算。後來李修賢就將周星馳外借去劉鎮偉嗰度拍《賭聖》，結果《賭聖》嘅票房狂收4100萬啦，打破香港嘅票房紀錄啊！一舉將周星馳推上神台啊，變成星爺啦。但係當周星馳幫咗公司賺咗咁多錢之後啦，翻到去李修賢身邊啊，依然只係收緊新人片約嘅微薄酬勞。咁喺呢個位雙方嘅矛盾就爆發啦。最後李修賢見合作唔成，就將周星馳餘下嘅片約轉賣俾向華強嘅永盛電影公司。呢度就帶出咗第一個要思考嘅問題啦。中國人傳統一直灌輸知遇之恩、飲水思源啊，本意係好好嘅，教識人感恩圖報。但問題係，當恩情變咗一個無限期不平等嘅枷鎖，情況就會變質啦。有啲前輩、老闆或者老屎忽啦，好中意用冇當年嘅我邊有你今日啦呢句說話做道德綁架。佢哋一方面對新人的確有知遇之恩嘅功勞，但係一方面就利用呢份恩情去不斷壓榨對方嘅合理利益，做幾多嘢都係鬥緊底薪，賺到盆滿缽滿都唔關你事。周星馳嘅離開絕對唔係反骨啦，而係一個成年人合理爭取自己應得嘅成果。一個人有恩於你，唔代表可以無限期咁剝削你噶。感恩係一回事，但將恩情化為長期嘅賣身契呢個就係絕對係情理不容噶。講到周星馳一直俾人標籤好計較、孤寒無情，甚至成日因為合約嘅問題同人對簿公堂啊。好多人就話星爺紅咗就反面，淨係識得講錢。但如果我哋客觀去分析呢個觀點其實係好表面嘅。人情還人情，數目要分明，呢個先至係現代成熟商業社會應有嘅態度。好多時大家因為兄弟、師徒、老友開頭合作就唔好意思講錢咯，唔白紙黑字嘅合約寫清楚，點知賺咗大錢之後利益分唔勻，就最後反目成仇，連朋友都冇得做啊，甚至搞到要上法庭啊！呢種先講感情後講金嘅做法往往先係破壞關係嘅元兇。
如果一開始大家就將合約嘅條文啊、分紅比例啊、版權嘅歸屬啦，白紙黑字咁樣傾清楚，先小人後君子，咁樣反而咧可以減少曖昧不清而帶來嘅不必要嘅爭拗。當然啊，我哋要承認啊，凡事有兩面。如果一個人啊將講錢啊推到去極致，去到孤寒刻薄，甚至完全漠視人情味，咁樣又會失去人性，身邊冇真正嘅朋友出現。但客觀嚟講啊，周星馳喺合約同錢嘅上邊嘅堅持啊，好多時係因為咧電影創作咧需要龐大嘅資源啊，同埋咧佢對自己嘅作品咧品質要求極致啊。佢唔係唔講人情，只係咧認為咧在商言商，專業嘅合約嘅精神先至可以保障到大家長遠合作嘅唯一方法。將佢妖魔化為唯利是圖咧，對佢其實係唔係好公平嘅。好啦，我哋再睇翻呢單新聞，李修賢咧喺直播嗰度開火，竟然咧拎一啲完全唔關事嘅嘢咧嚟做攻擊材料，話周星馳無兒無女無家庭啊，仲要咧加多句鬼鬼祟祟唔敢見人啊！呢啲根本就係典型小學雞言論啦，完全冇 point 嘅，唔單止幼稚啊，仲暴露咗一種窮極無聊嘅心態。我哋平心而論啦，人哋賺幾多錢，係咪單身，有冇組織家庭，中意戴口罩定低調行事啊，全部都係佢嘅個人生活嘅選擇。一個成年人嘅人生幸福啊同價值啊，幾時輪到外人去定義呢？將冇家庭冇細路啊，直接掛鈎去否定嘅人哋嘅一生成就啊，呢種邏輯咧，簡直係荒謬絕倫啊！呢個唔係咩深刻嘅批判啊，純粹係口不擇言嘅人身攻擊，為鬧而鬧。更核突嘅係啊，李修賢咧狂踩星爺嘅同時咧，唔忘記咧轉頭大晒自己有遊艇啊、開私人飛機啊，話自己有幾咁瀟灑，大家只會感到佢呢個人咧酸酸溜溜嘅感覺啫。都幾十歲人啦，36年來啊一直放唔低，星爺究竟欠咗佢啲咩呢？係咪欠咗佢巨債唔還呢？喺網上直播開火，踩低人，抬高自己呢種行為咧，先至真正嘅有失身份啊！相反啊，大家睇下周星馳啊，幾十年嚟啊，面對無數嘅前輩行家指責數落啊，周星馳幾時啊公開鬧過人哋半句啊？真係一次都冇噶。好啦，大家聽完今集嘅分析，唔知大家對周星馳同李修賢呢段恩怨有咩嘅新睇法呢？恩情係珍貴嘅，我哋應該銘記於心，但係恩情絕對唔係成為被剝削嘅理由啊！在商言商，合約嘅數字係清楚嘅，先至係對大家最大嘅尊重。至於外間嘅冷嘲熱諷，時間同成就咧係會證明一切嘅。多謝大家收聽今日嘅 podcast。如果你喜歡呢一集嘅內容，記得訂閱分享俾你身邊嘅朋友。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